今天是2004年3月20号，是藏文第5课。今天咱们讲第5课。讲第5课之前呢，还照例把前头这个比较重要的呢，领读一下。因为一开始我们的任务呢，最主要是正确发音，就是体会把这个音呢尽量发得准确。第二个任务呢，就是反复练习。这个反复练习呢，大家注意，就是说，其实你不用拿出很大一块时间，或者用，你就零打碎挑的，就是一个是记住每天一定要读，至少要每天要读一次，这是要坚持住，因为这个特别重要。那个就是你那个就是如果要是2天不读，集中读一次，这样这个学语言效果不好。学语言就是要那个经常读，每次不可能10分20分钟就行，挤出一点时间来读，那么就是课文读几遍，行了就完。然后呢，一天最好抽出要3-4次，这样基本上你看每次10多分钟，一天3-4次，也就是半个到1个小时。你只要能坚持住这个，它那个效果就好。到这个你用这个方法呢，你到时候过几个月你就会发现，就是你也就是不知不觉的藏文就感觉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就那个见了反应就特别快，就那个就好像到了一个新阶段。然后你再这样坚持几个月呢，它又是一个新的感觉，就感觉原来读这个一个句子吧结结巴巴的，现在呢突然它就顺了。你会慢慢，但是一定要坚持这个方法，就是每天最好这个挤那么3-4段时间，每一段呢就是10-20分钟，就是课文读几遍就行。所以这是在咱们课程之外加的要硬挤时间。咱们那个上课之前呢，还是先把前头比较重要的呢领读一下。主要就是体会发音的正确，再一个就是纠正发音，再一个就是那个练习吧。咱们先翻第1页，来这个一行一行的读嘎卡卡啊，加掐掐呀，巴啪塔拿，巴啪塔马，巴啪塔瓦，霞撒呀，ra啦虾撒，哈再把那个前5行的竖着读一下，嘎加巴巴萨，咔掐他啪擦，卡掐他啪擦，啊呀拿马瓦。大家读的时候就这么先横着读，然后再竖着这个5行的，这4行多读一读。到这个后边规则呀什么很多，就用得着这一组一组的。下边再读这个第9页的单词吧。第8页的这个传统拼读法也读一下。这个传统拼读法呀，对我们培养语感读的正确什么很有好处，它是一个综合练习。所以呢，每次我们都就是多练习这个传统拼读法。先来这个是帕铁古皮，帕西就扑，帕真波佩，帕那若坡，帕真波佩，帕西就扑。哦，读错了。帕开古皮，帕西就扑，帕真波佩，帕那若坡，牛秋鸟托扑米梅小所日罗西苏索。11页这个
嘎给咕给高，嘎给咕给高，卡给库开考，卡给咕开考，卡给库开考，卡给咕开考，牙你我爱我，牙你我爱我，假期就在脚，假期就在脚，恰起就在脚，假期就在脚，恰起就在脚，假期就在脚，伢你牛年鸟，伢你牛年鸟，大地都在倒，大地都在倒，他提土太套，他地土太套，他提土太套，他地土太套，那你努奶脑，那你努奶脑，把臂不白包，把臂不白包，怕皮不拍跑，把臂不白包，怕皮不拍跑，把臂不白包，妈咪木买毛，妈咪不白包，啥地主在做，啥地主在做，他提土菜草，他地主在做，他提土菜草，他地主在做，娃为无为我，娃为无为我，下西湖修些小，下西修些小，啥西苏在说，啥西苏在说，阿姨无爱哦，阿姨无爱哦，牙医有也要，牙医如来药，让人如来绕，哪里如来药，哪里如来老，哪里如来药，下西修些小，下西修些小，啥西苏在说，啥西苏在说，哈黑呼还好，哈里不爱好，阿姨无爱哦。阿里不爱好。13页这个单词，这是第3课单词。擦包，擦包，伢家，伢家，可秋，可秋，秋科，秋科，伢家，伢家，我家，我家，阿妈，阿妈，塔罗，塔罗，包罗，包罗，卡人，卡人，瑞木，瑞木，普木，土木，尼莫，尼莫，一个，一个一，抹布，抹布，热瓦，热瓦，瑞物，瑞物，我呢，我呢，西米，西米，瓦莫。瓦莫。这个15页练习也读一下，因为这个练习有时候大家可能忽略，但是这个呢，不容易读熟，就是它有一些比较生。巴帕，巴巴，沙恰，沙恰，哪菜，哪菜，帕吉，巴吉，阔错，科托，小娃，小娃，哪若，哪若，下年，下年，托钵，托钵，罗马，罗马，可吉，可吉，开谷，开谷，开谷是吧？哦，你说那个倒数第2个，最后开谷吧？这个呀，就是刚才读字母表的第3竖行，叫卡帕卡恰塔巴塔，对，卡恰塔巴塔。这个字母表的第3竖行卡恰塔巴塔这5个，它是低调、低声调送气的。它如果放在第2音节，它如果在2个音节的第2音节变成不送气，就变成就是不送气的了。另外呢，在第2音节不应该有升的调，所以它这个声调就变成平调了。这样的话就等于第3竖行的这5个低调送气的字母，如果放在出现在第2音节，它就变成了第1竖行的读音。咱们再翻回来字母表，咱们印象加深一下啊。翻回来第1页，你看这个第3竖行是卡恰塔帕塔这5个，本来是低声调送气的，但是呢，如果在第2音节出现的话，咱们前头讲过一个规则，叫前不降后不升，后边不许出现声调。那出现声调怎么办呢？
都变高平调，那它就变成高平调了。这样的话，这5个变成高平调，就跟前边2行都是平调，一声变成一声了。第二个，如果这5个出现在第2音节呢，送气变不送气，这样的话呢，既是高平调又变成不送气，完全就变成第1行的发音了，就变成嘎加哒巴扎，发音就变成这样了。记住这个规则。另外呢，这个藏文这个拼音规则呢比较简单，别看这一本书，我总结了一下，一共7句话，就概括了。7句话现在咱们已经学了2句话了。第1句是这个，我看啊，那就是那个咱们翻到12页，再重复一下，你记住，7句话学完，你的藏文拼音规则就学完了。然后就是按照这个规则怎么读，就是这个规则在实际读当中的运用。现在我们已经学了2句话了，今天咱们学第3句话。前边学过的这2句话呢，第1句就是这个12页的第1句，不按它这个呀，只讲了一个第2音节低调变声变高平调。咱们呢说了一个总的，而且好记，就是什么呢？就是前不降后不升，就是如果有2个音节并在一块儿，2个音节组成的一个双音节词的话，前不降后不升，前边的这个音不能发降调，后边的那个第2音节呢不能发升调。说如果碰到前边有降调，后边有升调怎么办呢？都变高平调，就是一共你看几个字啊？前不降后不升6个字，都变高平调5个字，一共11个字，这是第1句。哎，记住这个之后呢，你就像刚才这个说这个K 估那个哈，哎，第2音节出现一个卡，它是这个第3竖行的。第1它要变成高平调，你后不升嘛，变高平调。第2变成不松气，高平调本来是卡，高平调就变成咔，然后它又不松气，咔就变嘎，哎，就变成了那第1行的嘎，哎，所以呢，这是一个规则。所以刚才咱们读的那个就是K 估。第一音节前不降，前边这个呢 K 是升调，不违反规则，不变，还是 K。后边这个本来是苦是2声往上升的，后不升，所以这个升调取消，变成平调，变成哭。然后呢，它还要送气，变成不送气，就哭不变哭了，就变成咕，不送气了。就是清辅音变成浊辅音，所以呢，这个咔就变成了第1行那个嘎的发音，这不是它是第3行吗？哎，它就变成了第1行嘎的发音，就变成了 K 估，既是平声又不送气，就实际读音读成什么了呢？读成这个了 ，K 估，哎，这是第1个拼音规则的第1句话，记住，就是第3竖行字母表第3竖行的这5个擦恰擦吧擦，如果它前边有音节，它是后边的一个音节，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就是你在说双音节说后边这个词的时候啊，如果你再降下来再往上升，很费力的，而且你再送气说话也很别扭的，哎，所以它在第2音节的时候就变成了平调不送气，等于是第3竖行的发音整个等于第1竖行了。这是第1句规则。然后第2句规则呢，就是这个12页的第2句。第2句他说什么呢？就是还是双音节词，就是2个音节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如果一个音节的元音是闭元音，就是一乌吁，这个乌加上一，这个音就读汉语拼音里的吁，读这个音，哎，就是这个符号就读这个吁的音。如果这个双音节词，比如说这个双音节词里头，其中的一个呀是闭元音，不管是前边这个还是后边这个。什么叫闭元音呢？就是口开的比较小，叫闭元音，就是发一、乌、吁这3个音的时候叫闭元音。像这个一，这就是闭元音；乌也是闭元音，这2个都是闭元音。
如果其中的一个是闭元音，另一个是开元音，就是嘴张的比较大的，这个呢一共包括5个，就是啊、哎、o、哎，这5个呢是比那个前边那3个呀嘴张的大一点，这叫开元音。如果2个音节，一个是开元音，一个是闭元音的话呢，这个开元音读的时候啊，要读的嘴张的不那么大，就闭一点，哎，让它小一点，小一点。咱们上一次呢也那个说了一下对应关系，今天再明确一下。这5个开元音，如果碰到啊，让它闭一点，就是给上边戴一个小帽子，这样它等于什么读音呢？等于那个就是等于的发音。咱们用一个汉字比较准确，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啊太混乱了，国际音标读哎，那咱们汉语拼音里读然后那个你就到时候记不住了，咱们就干脆用个汉字啊读成然后这个呢本身它读音是哎，是读成这个音的，现在让它闭一点的时候呢，把它读成 a， 你把它记住，哎，就是还是把啊改成哎，还是把啊改成这样的话呢，原来是哎，现在就变成 a， 哎，嘴张的就小一点了，这是第2个。第3个 o 呢，它的这个如果戴一个小帽子，就是闭一点变成乌。再一个是 o 这个它本身的读音，啊，读这个约的韵母。上次我用那个月那个声不对，它就是约的韵母，就是你发约就不要声母，光要韵母，约就光要那个尾，哎，这是它的这个本身的发音。然后它变什么呢？它变成吁，就是碰到这个发约的这个音的时候，如果要把它闭一点，它就发成吁的音。最后一个哎呢，如果要是变闭一点，就发成一的音。你把这5个音记住。记住之后呢，咱们在具体读的时候啊，每一次我都会提醒说这个呢闭一点变成什么，闭一点变成什么，你再加上这个记录，哎，来回这么慢慢就记住了。还有一点大家可以这个稍微放心一点的，这个一边是开元音，一边是闭元音，不管前后啊，这个开元音要变得闭一点，这个规则呢不重要，就是你记住了，哎，也对，你记不住也没关系，你就按那个不闭，就按开音节念，没有问题。尤其是这个读书的时候啊，这个主要是在口语说话的时候，他说的比较省事比较快，哎，这边闭了，那边张那个嘴太大不舒服，所以他就闭一点。主要是说话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你可以不管这个规则的，你就按照那个开元音怎么读元音就读就没问题。所以这个规则呢，大家不要太太在意这个规则，你能记知道有这么回事儿。我这样读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个读的就是嘴没张开就行了。哎，你那个平常练习的时候，甚至啊，我现在还建议啊，一开始你读这个单词的时候啊，先不按这个闭一点的读，就按元音读，这样发音正确，记得也牢固。哎，到像这个究竟闭不闭呢？你以后啊，这个就作为一个你知道这回事儿。哎，闭不闭都可以，尤其是咱们以后的目的就是读佛经的话，就是读书音的话，可以根本就这个非常不重视它就可以。这是第2句话。这个单词读完了，咱们练习读完了。对，咱们这个读练习的时候啊，或者是单词的时候啊，如果大家不理解，说这个发音应该是这个，为什么那个呢？你问，当时就提，我就给你一解释，你就知道了。咱们上课就这样啊，这个不懂不明白的地方，当时你就说话就行了，也不用举手。下边呢，咱们看第4课，这些就不练习了。第4课咱们到19页来练习那个传统拼读法，这个呀要多练。这个就是多练啊，可以你很快就对这个藏文拼读啊、字母啊就有这个感觉了。咱们来19页传统拼读法啊。
后加字都读成轻声，就是既不是1、2、3、4，都不是1、2、3，就读成轻声。咱们读啊，咔啦咔，因为这个后加字然的作用是把元音字母拉长一点，所以呢就是好读。后边卡啦卡，枪啊枪，喇嘛啷，哎，下边一个，下边带元音，带元音之后啊，这个它有一个情况就是，它不是读卡那若阔那空，它不是这样读，就是带元音的时候啊，它读完元音就把整个单词的那个读音读出来，就实际包含了后加字。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凡是带元音的那个字母拼读的时候，只要读完元音，后边这个发音呐，就把全字母的那个最后发音发出来。咱们来啊，卡那若空啊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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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写不就苏啦苏，撒写不就苏啦苏，他给过听嘛听，他给过听嘛听，这个前边这个1到8课呀，那个有的人那个听周老师那盒录音带的时候啊，感觉那个录音质量比较差，就是听不清，很多听着都是又像这个又像那个。我呢又重新录了一盘，现在刚录了1到8课，那个现在我考了一份给那个龙藏法师，你们那个如果有电脑的呢，可以考一份，那个听得非常清楚，我故意读的这个比较清楚比较慢。我回去之后呢，这几天呢，我再把后边9课以后的读了，然后可以做成一盘那个录音带，给大家呢再重发一下。你们就把那个原来那个录音带可以再给我，我回头再这个录别的。然后那个再一个，这个咱们的讲课的每次讲课的录音，跟我这个读的这个录音呢，都放在网上。放在网上，你们从哪儿进呢？就是你们可以现在链接大概就是一个是我那个论坛叫慈氏学论坛。还有一个论坛叫王海连州论坛，这2个论坛上的上边的链接里头都有一个学藏文，我那个叫藏文学习，他那个好像在这个本来是中华佛典宝库那个放在佛典宝库里上边，但是好像他那个宝库上没有那个明显的那个进入，你就从这2个论坛上上，那个如果上那个慈氏学论坛呢，你可以这样上，我那个论坛是附属在那个弥勒道场网站下边的。弥勒道场的那个网址也好记，是弥勒道场.org，你打这个地址上去之后呢，是弥勒道场，它那个有一项是慈氏学论坛，你一点论坛，在论坛的链接里头，现在那儿有一大堆链接，倒数第2个就是藏文学习，最后一个是那个有一个居士刚建了一个叫瑜伽师地论论坛，就是专门那个讨论学习瑜伽师地论的，它是最后一个，倒数第2个就是藏文学习。你点了之后，咱们讲课的录音跟那个我读的这个录音都在上边，你可以下载。咱们这个传统拼读法再读一遍，这个学这个语言呢，没别的，就多读，你多读了，到时候自然那个就这个记住就通了。咱们再来一遍啊，卡啦卡，卡啦卡，枪啊枪，喇嘛啷，卡那若空啊空，卡那若空啊空，撒写就苏啦苏，他给过听嘛听，接着就是单词啊，牙马虾挪班儿囊明空同卡班儿
홍초康巴撒康铁人三巴醒巴恰当松就塞波龙巴像这里头就是你们一开始啊就那个开元音闭一点，这一点呢可以先不注意它，你先按正确读音读了之后呢，你愿意练习那个时候你再练习，你不练习也没关系，但是你知道你不要说人家别人读错了就行了，如果你练习时间比较多，你就可以练习。下边是21页这个练习，咱们也读一下啊，这个领读的比较少。注意看啊，他쇼 용 솜 총 세버 렁腾这个人啊，这个不太好发。我刚才发的呀，实际上有点偏于那个人，就了，就是然整报，这个人啊人了。如果要是这个一呢，注意听啊，大家注意听，这个别扭一点。但是学藏文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虽然发音别扭，但是它全部都能用汉语拼音的那个拼出来，所以你肯定能发准。只是我们平常汉语里头不这样发别扭一点。你肯定呢，你就用汉语拼音硬来拼。这个硬拼是这样的啊，这个然发这个日一是日再加上那个 ng 啊是音，就是ring，然后ring，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汉语拼音拼出来，但是汉语里头不这么说，所以你呢如果发不准，你就用汉语拼音去练习，你写出来是很准确的。你看它写出来是这汉语拼音里头都有，对吧？日一ring通，这是这个，所以就是能发准，但是呢就是需要这个多练习熟练就行了。后边这个啊，腾桑孔巴苍妈养包天巴坦包切穷，你像这个切穷，如果按照那个乌是闭元音，前边这个要发成一，那就读成七穷，这就是把那个前边的开元音读的闭一点。这个里头还有没有这个需要变音的呀？别的好像没有了。就是碰到一乌语，另外的开元音呢，把它读的这个稍微不明显一点，模糊一点，不要张口太大。好，下边呢，咱们就来这个学第5课，翻到22页。第5课呢，今天就学一句话的，学第3句话，学这个藏文拼音规则的第3句话。这个一句话就完了，说完这一句话，咱们就剩下都就是练习了。这一句话是什么呢？你们在这个本上记一下，就这样记，说后加卡爬撒，后加卡爬撒，然后接着把调摁下来，咱们用那个张政委的这个发明的这个土画图，但是这个很好记，就是说后边这个字母后边如果加了后加字卡爬撒这3个的话，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调摁下来。什么意思呢？咱们来具体说一下。这就是藏文拼音规则的第3句话，后加卡爬撒，把调摁下来。首先解释一下后加卡爬撒的这个
含义。后加字如果是卡、爬跟撒，注意这儿这个撒呢，也可以做后加字，也可以做再后加字。就是如果这个再后加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前边有一个字母，它呢有了一个后加字，然后第三个就是加了2个后加字，再加一个后加字，这个时候这个后加字是撒的话，如果碰到这3种情况的话，它起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把调摁下来。把什么调摁下来呢？如果它是高平调，如果原来这个就是前边这个字母啊是高平调的话，给它变成降调，平调给它摁下来变成降调。如果原来是升调的话，也给它摁下来，把这个头给它摁下来，给它变成升降调。这就是把调摁下来，就是这3个后加字的作用，就是把调给它降下来。高平调给它变成降调，低声调变成低升降调，就是把它尾摁下来。这样的话就等于是1声变4声，原来的2声变3声，就这么一个作用。今天这一节课学的就这么一个内容，就是说凡是藏文里头碰到后加字是卡、爬、撒的，你就要把前边那个字母的调啊给它摁下来。原来是高平调的时候，你就把它读成这个4声，降下来。原来是升调的时候，就给它变成升降调，变成3声。咱们来看实际的例子啊。你看那个第一个说卡后加字卡，它呢使高平调变成高降调，把低声调呢变成低升降调。读书音的时候还可以发韵尾歌的音。这个卡咱们说过，卡在这个第2音节的时候要变成不送气，就变成歌，就是变成高平调变成不送气。它如果你看它现在做后加字，那一定是在后边，所以呢它要变成这个高平调变成不送气，就变成歌的音了，就是咱们汉语拼音里头这歌变成这歌的音了。就是读的时候呢，如果读书音呢可以带一个歌，你比如说头一个他一看他加了一个后加字，注意这个很形象的，你看这个卡呀，它就是把高平调给你提下来，是吧？它就起一个调降下来，就这个作用。这个爬也有这个调，给我降下来，都是你一看后边放了一个卡，这个调要降了。它原来是1声，现在要变成4声，就读踏，就是4声，这就变过来了。然后他说那个读书音可以发一个韵尾歌呢，就是踏，就是不要把歌割出来，就是做一下那口型，踏，踏就是踏歌，这个歌呢不发出来，做一下口型，踏，这样读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你能记住，就是你踏虽然就做了这么口型，你知道它后加字是卡，有这么一个好处，就是对这个记字有好处。这个你也可以读也可以不读，不过读出来啊以后对记字有好处。你看这就是把高平调呢降成这个变成降调。咱们再看后边这几个降调的那个符号就是 H 呢，你看就是这边高这边低，这就是降调。咱们再看后边这几个啊，掐又碰到卡了，也降下来变恰，后边一个咔，踏，你可以读的时候，如果后边带歌就是啪，啪，做一个那个发歌音的那个口型就行了。再看第2行，塔是2声，是升调，升调呢也要把调摁下来。这升调怎么摁呢？把它尾摁下来，变成这个就是3声。咱们说过3声是中间高啊，其实很多咱们汉语里头很多音都是发中间高的。我那天又想起来一个，那个小孩子不听话生气，说你去干什么，是不是啊？那个汉语里多的是，你可以这个找到很多例子。就是我还举过说，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中间高。喊人的时候你要用力气啊，所以中间要高。这也是一个中间高。你可以用很多方法。那个最慢的那个，我就是说那个你听明白事了，你都可以用这些找这个中间高的感觉。实际上读快了之后啊，就是那个就是就是这个读快了之后就是这个音，就是你要是放慢了是放慢了是这样，快了就是实际上就是发这个音。你可以用这个音来找那个感觉。咱们下边看这个怎么读啊？塔是声调，碰到这个咔了，要咔下来了，怎么办呢？本来原来是塔，现在呢变成塔，就好像扔一个东西，一扔出去又降下来了，一扔又转回来了，塔，就这么读，慢慢大家习惯了，也很好掌握的，咱们再看右边这个，原来是卡，现在也要把调摁下来，变成三声，就是卡，爬，先往上爬，再摁下来，爬，慢慢多练习就掌握了。下边再看下一个，卡可以过 T， T 高平调，一看咔，后加字咔要变成四声。G 下边又是声调，又要练这个三声。提河南人有时候说话是不是啊？就很自然一个三声。所以你看这个后加字啊比较好办一点，就是什么呢？注意读音一点不变，只是要把那个调变一变，只是把这个是声调变一变。再看下一行，吐，这都是一声变四声啊。酷，素，下边一行是声调变升降调，土，俗，多读多体会就掌握了。再下边一行，下边雷，在下边破，在下边驼，罗，这个规则就这么简单就完了，就是碰到咔爬撒，把调摁下来，规则这么简单。下边都是练习，咱们再练习第二个爬。说后加字这个爬呢，发韵为发这个波的音。你看它这个也是那个前边那个呢是带出一个这个歌来，这个呢它的这个冲的那个爬冲的那个第一个是八实际上是汉语拼音里头那个波，是这个音。变成高平调，变成不送气的话，这个波的音呢，这个是必须得读。你前头那个歌呀可以不带，你直接就踏就完了，不用读踏。这个呢是必须得读。而且它还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如果这个元音是啊的话，就是没有其他元音字母的话，这个啊要变成啊要带一个小帽子，要变成咱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咱们就知道怎么读了。咱们看23页第一行啊，这个把调摁下来还是不变的啊。这个咔还是读咔。现在呢，它要发生一个什么变化呢？一个是它没有其他元音字母，它的元音字母就是啊，凡是啊都要变成所以它就要读科，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后边这个爬呢要带一个波的音，这个波的音呢也是不读出来，光做一个发波的那个口型就行了。这样一综合，这个音怎么读呢？就读克，哎，元音变成变成科呢一声变成四声变成克，然后发完这个克呢，最后口型要做一个发波的那个口型，克，等于就是把嘴闭上了，克，下边一个切，本来是读掐，现在变成要读切呢要变成四声切，最后切，哎，切不把这个不呢不发出来，哎，切，下边一个破，哎，破不把这个后边这个不发出来，破，最后一个特，哎，就有这么几个变化。再看一个，这个呢是调，是这个升调的，升调的要变成升降调，就是变成三声。这样的话怎么发呢？变成科，哎，还是先升后降，科，勒，破，色，哎，下边一个气，哎，注意那个最后一个跟头一个发音不一样，最后一个是 s， 哎，这是 c， 哎，14声，哎 c， 哎，最后要发一个波 c， 头一个呢是 c， 哎是 c， 哎 c， 最后一个是 c， 下边一个是 c， 下边一个是这个就不用那个啊，就是乌就直接读就行了，素吐啊不掐触下边一个是俗奴仆如，哎，如果你要是找不到感觉呢，你可以拉长一点，如，哎，你可以这个就好像那个听明白了吗？哦，然后你往那过渡，如，哎，你那样那个拉长点过渡，然后慢慢再缩短，最后缩短就成了如，哎，下边一个 tip， 哎，这比较好读。下边一个 tip， 下边一个 top， 下边 牛，这个大概可能大家能掌握了，下期自己再好好练习。我看啊，下边这个咱们读完，下边这个呀在后加字，它这节课本来讲的是在后加字，这个它分这个规则呀，一看分成两句话呀，很啰嗦。其实咱们呢后边这两句话已经不用学了，咱们这一句话里头已经包含了。说为什么不用学了呢？咱们也看一下，理解它一下。你看啊，他说仨可以加在这个4个字母的后边，变成在后加字。说加在卡爬后面的仨呢，发音上无作用，这是个废话。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卡爬已经把音按下来了，你说它无作用，你说它有作用也行，所以就不用做这个区分，是吧？就不要这句话，你卡爬已经按下来了，你就不管它。然后咱们翻过来再看第二句话，翻过来看24
2页这句话，他说加在阿玛后面呢是这个使高平调变降调，低声调变升降调，就是说它如果加在这个另外2个后边呢，也是把调摁下来。它那个不起作用的是因为前边摁下来了，然后如果别的不摁下来呢，它加在后边还摁下来，等于说什么呀？只要有那个在后加字仨，那调是肯定摁下来的。所以你这2个呀就不要记，就是记住后加卡爬仨，这个仨记住，你也可以在这画一个小括弧，是在后加字，在后加字。但是我这为什么不加呢？因为实际上他做后加字，就是不做在后加字的时候，就直接做后加字的时候啊，他也要摁下来。所以呢，干脆就合成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只要碰到后加字是卡爬仨，不管它是后加字还是在后加字，只要后加字有仨，都把调摁下来。行了，省事了。所以呢，咱们把那个单词也练习一下啊。第一个看这个就是看那个23页最下边的啊，注意看，第一个，它咔也要摁，后加字仨也要摁，所以你就不管它了，一看就是恰。第二个也是恰，就是有没有后加字都是恰。23页下边呢，找到了吧？再来啊，第二个，这是它这个气，第二个也是气，就是有没有这个在后加字都不影响，都是摁下来就完了。下边一个吐，下边一个鲁，再一个雷，再一个弱，下边一个特tip秀罗不对了，我想想对的啊，对的罗，注意这个啊，这个元音是啊，最后这个元音是啊，要变成就变成了热，再翻过来，这个全是有在后加字仨的，也是把调摁下来。咱们来读啊，丧，后边啊，碰，不对，碰，这个是空，你可以用汉语拼音很准确的把它写出来。最后一个就是科，空，第二个就是坡，跟那个发音一样，碰，再读一遍啊，丧，碰，空，下边一个看쌤 총下边쌍 강 용在下边검 용 남再读一遍，这个难度稍微大一点啊，丧碰不是碰空看쌤 총 쌍 강 용 검 용 남这个第二行倒数第二个扛这个字呢，那个老师教的时候他说好多学生反映这个字好发，这个是3声，是雪下大雪的雪字，这个呢好发，这个有时候的老师啊就让人们专门记住这个雪就是扛，然后你不会发3声的时候呢就来想这个雪，扛这个好记，然后用这个扛呢去找那个3声的感觉，再读其他的。咱们休息一会儿。咱们再接着来一会儿啊。先说一下这个，就是
我刚才说过，说这个所有的发音呐，我们都会发，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用汉语拼音标的音，它这个藏汉语系嘛，因为祖宗是一个，所以这个发音呐，什么各方面啊，思维方式啊，很多都相同，它就有这个优势，就是都能用汉语拼音拼出来。这个拼的方法呢，你比如说这个刚才那个24页上的第一个拼的方法呀，你不要把它断开，你把它连成一个。你比如说撒是这样，这是撒，然后后边这个啊呢，啊是就是这个尾。你拼的时候啊，不要撒跟这样拼很费劲儿，你把它当汉语拼音看，后边不就是汉语拼音的韵母昂吗？斯昂桑，哎，你就很省劲儿。你看，再看第二个，那个坡，这个坡是坡，哎，这样，然后后边加 NG， 你也是不要前后分两个，你把它后边三个咱们那个汉语拼音的韵母砰，哎，你就很容易了。刚才啊，我那个写错了一个，这个最后一个呀是科乌，是吧？写不就是科乌，然后加上这个呢，汉语拼音没有。汉语拼音是什么呀？不这样拼，但是这个音素都有，乌也有，也有。这样呢，乌跟这个啊非常接近，但是比这个的发这个就是口更小一点。是就是我跟然后呢乌呢嘴更小一点，哎空哎空，它这个就是实际最后效果上啊很难区分，但是你那个就是按照发音就行了，就是或者你可以也就是碰到乌之后，你要是不熟悉这个，你就当成发也没问题，哎，对，你说啊这个呀，哦，你说这个啊，这个是他俩中间音哈，啊，哎，应该比他发的口大一点哈啊，对，有这个关系，就是是那个是最小的哎然后那个要是发这个拼起来是就是那个嘴张的大一点，所以就是这个优势，就是说你肯定能拼出来，哎，就是直接按汉语拼音去读，要有这个经验。你比如说，我看后边啊，比如说第三行呢是是桑，也是就这样拼，扛勇，咱们写一下这个勇，牙是声母是这个，然后韵母是后边加上你看咱们在那个汉语拼音里头有，哎，这样来拼，变成一个声母一套韵母，所以应该是比较好拼的。另外，我上节课读错了一个啊，这里头倒数第二个那个呢，应该是娘，你看倒数第二个应该是娘，我刚才读成牛是什么呢？牛是这个是吧？哎，牛是这个，这就是这个下午脑子反应慢了，反应不过来了。那咱们再读一下这个这4行吧，再读一下，对啊，再后加字撒是把调摁下来，咱们就给它摁一摁啊，是高调变1声变4声，2声变3声，这样啊。看第一个，丧，碰，空，抗，sim，穷，桑，扛，勇，空，娘，哎，这样规则是比较好懂，就是要这个看到单词之后呢，多练习，一看啊平调好变成4声，一看是声调啊变成3声，多练习。下边咱们练这个我看呀时间有，咱们就先往下新课吧，练传统拼读法啊。这个传统拼读法还是它这个好办，就是2个一拼就完了。咱们来啊，
塔卡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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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帕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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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帕克。哎，一个是克，一个是直接下来克，哎，克直接下来，一个是先往上拱克，哎，咱们再来一遍啊，塔卡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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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帕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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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边一个啊，他写就兔卡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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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开过西爬西，他写就西卡西。注意就是这个后边这个爬呀，一定要跟上那个波那个音的口型，一定要做。这个后边是卡呢，是读书音的时候可以发歌，也可以不带歌。但是反正我发现到后边啊，就是真正读的时候啊，带上呢好像是也舒服一点，也那个容易记单词。这个现在咱们就按它这个拼音规则，你看它那个规则上它都是不带的，就是说可以不带，哎，读书音它写的是可以带，那就是说也可以不带，哎，但是这个爬一定要带，所以这个西不一定要带上这个波，注意啊，下开过西爬西，下开过西爬西，下开过西下开过西爬西，下开过西爬西，下开过西爬西，下开过西爬西。再看这个，他卡萨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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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帕萨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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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阿萨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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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马萨康，卡马萨康，卡马萨康。卡马萨康。最后这个呢，就是带其他的元音了。带其他元音呢，你就先跟我读，然后你再去琢磨那个，就是读完元音之后，直接发整个单词的音，它是这样啊。擦开过气，卡萨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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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写就秀，帕萨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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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那若用，阿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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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真报 same， 马萨 sa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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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后加字麻的作用，就是在最后要加一个发 m 的那个口型就行了。same， 哎，再来一遍啊！这个传统拼读法再来一遍，这个就是多读。塔卡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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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帕克，卡帕克，卡帕克，卡帕克。他写不就兔卡兔，他写就兔卡兔，他写不就兔卡兔，他写就兔卡兔。下开过西帕西，下开过西帕西，下开过西帕西，下开过西帕西。他卡萨塔，他卡萨塔，下帕萨谢，
甲卡萨学，卡阿萨康，卡拿萨康，卡马萨克，错了，卡马萨康。卡马萨康，下边一个啊，擦开过气卡萨气，他提过去卡萨去，下写就秀塔萨秀，加是就修卡萨修，呀那若用阿萨用，呀那若用卡萨用，沙真波 sem 马萨 sem，沙整个正卡萨正，这个 sem 就是三界唯心的心，就是我们这个啊，就是心。这个唯识的识，它那个藏文里头就用这个唯心，就是 sem zam 就是唯，sem zam 就是唯心，就只有心，这是心。下边是例词，咱们来读一读。第一个，踏，一声变四声，踏是距离。第二个，塔，干净。干净这儿呢，咱们也讲一下，说这个两个字母，哪个是前加字，哪个是后加字啊？是因为也可以前加字后加字，这个字究竟是塔加了一个后加字卡呢，还是这个卡加了一个前加字塔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如果就是两个字母，一定是前头是基字，后边是后加字。说如果要是后边那个是基字，前边是前加字呢，它要在后边再加一个字母，变成三个，就不让你那个混乱。三个你一看，那肯定是中间那个是这个基字，后边它要加一个 r， 不影响，因为这本身就是 r 的发音嘛，后边再加一个，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两个字母一定前头是基字，后边是后加字，不会是前加字。这个净就是这个我们染污清净的那个清净，干净的净。下边兔，碰见、遇见，也是这个什么到达的意思。现在咱们主要还是练发音为主，要读准确。这个记单词呢，顺便记。发音问题解决了之后，然后咱们再对读经论，大量的再来这个记单词。第四个，图，有点像这个读的发音，图，这就是读，这个三读啊，什么这个贪嗔痴三读就是读。下边一个卢，绵羊，它前头不是ris是山羊，这个然是山羊。这个卢是绵羊。下边一个侧，本来是擦，因为碰到这个爬了呢，要变那个元音啊要变成然后一声变四声，还要这个爬要发一个波的那个音，所以侧，代表者。下边一个好发，克，这个拓，这个词在佛经里头用的很多，你正得呀、获得呀，什么都是这个得。心经里头这个以无所得故，就没有这个拓了。下边一个 tab，就是我们用的本子。第10个恰，形成变成。翻过来兔，这个呢也是心，但是这个心跟前头 sem 不一样，这个呢是敬语，就是你说佛的心、菩萨的心，这个尊者的心、上师的心，用敬语的时候说这个心。我们那个 sem 那个心呢，就是一般的心，凡圣都通，你说谁的心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心，这个是专门用于敬语的。下边一个 re 类别的类，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族，就是民族的族，你在那后边加上
这个日，这个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世家族，就是历史上姓世家的这一大家族，世家族，哎，就好像我们说李家祠这个什么家谱啊，一大家族，哎，有这个意思。这个咱们那个佛经里头说善男子啊，我前头说过，善男子就是这个男子，就是这个仆。善男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加上这个日给仆，哎，日给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K 就是这个德的意思，就是族里的男子。什么族里头的呀？你比如说，就是这个，哎，对，就是好像有身份啊，比较比较就是尊称的，哎，日给仆就是善男子。实际上咱们佛说的这个族呢，实际上就是释迦族了，就是这个佛族了，就是你皈依了三宝的才能成这个善男子嘛。你一般的那个世间的善在佛教里头不为善，所以善男子是指的这个皈依三宝的，哎，能够修学佛法的人为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呢，这个族的这个转译，它本来是这个家族，比如说释迦族的人啊，你是族里的人，族给。在这个佛教里头呢，实际上就变成了什么呢？你皈依三宝的人是属于如来族的人，这样的男子叫善男子。哎，日给仆，哎，日给仆，哎，你可以记上这个单词，日给仆。你看这个日，他这个在读快乐的时候就是日给仆，哎，日给仆就很自然，很那个日就哎日给仆。就完了，就是善男子。你看，日给仆母就是善女人，哎。下面那个这个不是，这是的，我写的那汉文，这个就是的的意思，这个是族的意思，这个是男子的意思，哎，日给仆就是如来族的同志们。下边一个单词啊，大家也可以琢磨一下怎么发。它发成特，就是啊发成特，哎，也比较好发。方法，咱们在后边再加一个字，方便。咱们佛教里头不是有了义说法、方便说法？哎，方便就是这个，方便其实就是方法的意思，就是这个词儿，就是特。下边一个扛，哎，这就是下大雪的雪。啊，第15个，这是这个心 ，same， 哎，这是那个普通的心。这个心呢，是指的那个意，就是精神的这种心，哎，精神的心。下边那个就是肉团心是另外一个词。下边第16个，美朵是花儿，哎，对，莲花也是美朵，都是美朵。最后一个，巴桑，他这写的是金曜，这个巴桑是那个译音，就是有人起这个名字。什么叫金曜呢？这个曜啊，就是日月星辰都叫曜，金曜就是金星。它这个金星什么意思呢？藏文是这星期7个星期啊，它是这样排的。这个星期日就是日曜，就是太阳值班。今天是星期6呢，就是月亮值班。月亮是啊，不对，月亮是星期1。星期日是太阳值班，这个星期1是月亮值班，然后这个2、3、4、5分别是火、水、木、金、土。土是星期6，今天是土值班。星期5是金曜，就是金星值班。哎，日月后边这5个都是星星，哎值班。
星期五是金曜，金星值班，所以呢，金曜是指这个星期五。他们的那个排法，藏人也有那个，我想啊，他是有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叫什么土什么那个搭配的那个年有那个，对，也有那个，也有属相是吧？啊，也有属相，也有这个就是金木水火土也有，就是可能跟咱们的顺序不一样一点，都有这些讲究。所以他的金曜就金星值班这一天呢是星期五，这个指的就是星期五。那个太阳那个咱们学过，太阳是尼摩是吧？尼摩，有的人叫尼玛，那就是那个太阳。月亮叫叫什么达瓦，这个达瓦，忘了。这是这些单词的意思。咱们再把单词读一遍，再来一遍，翻回来读单词啊。塔吐鲁克破恰吐리给普特扛쌤美豆八放。你看这个八放就是在后加字是撒，所以它这个平声调就要变成四声，八放。像上边那个美豆呢，后边那个大是平声一声，他碰到后加字卡，他就得把调摁下来，就变成了美豆，美豆变成了往下四声。下边再来把那个练习读一下啊。第一个翘七翘，翘。第二个罗，第三个气，乐，热，日跟拼起来热，然后要发个波的那个口型，热，怒，吐，娘，这个没有任何变化啊，就是娘。下边一个怂，这个是高平调，碰到在后加字撒要降下来。pep，怂，秀，直接就读秀也可以，你愿意加上后边那个卡的那个歌的音也可以，就是秀，发一个那个歌的那个口型也可以。下边是娘，听，像这个你拼起来的时候就怎么拼呢？它是这个，然后那个再加上 ng，我刚才读的不对啊，对，我读成了英听，读成了中间读成这个了，是吧？啊，读错了，这一抠还抠出来了，听啊，不对，又读错了，腾，那是应该发腾，这可能我那个袋子上有可能都读错了，回头我再检查一下。下边一个醋，乐，热，这个咱们再整个读一遍吧。啊，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整个再读一遍。这个学语言就是没什么善巧办法，就是多读。你多读呢，到时候自然就这个反应过来了，不多读不行。
下边再读一遍，我看，怎么读啊？那就整个读一遍吧。22页，22页，开始啊！踏，恰，卡，帕，塔，撒，踏啊，不对，塔，卡，爬，气，气，气，提，ရီ，洗，仪，吐，库，素，土，俗，退，塞，来，塞，拓，翘，阔，驼，婆，罗，翻过来，克，切，破，特，curb，love，herb，serve，sheep，keep，sheep，sheep，eve，teep，reap，soup，兔，tube，soup，noob，poop，roof，tap，cap，step，tab，lab，cap，top，soap，shop，cop，rob，hop，shop，牛，下边一个擦，气，吐，炉，来，绕，特，tip，shoop，lob，热，下边丧，胖，不对了啊，碰，再来一遍啊，丧，碰，空，come， sam， 穷，桑，行，用，空，娘，nam，塔卡塔，塔卡塔，卡帕克，他写就吐卡吐，卡写就吐卡，读的不准啊，卡写就吐卡吐，虾开过西爬西，虾开过西爬西，他卡萨塔，虾爬萨斜，卡阿萨康，卡马萨康，他开过气卡萨气，虾写就秀爬萨秀，牙那若用阿萨用，沙真波sem马萨sem，塔，吐，炉，侧，拓，恰，吐，ရီ，特，行，sem，没做，巴桑，练习也读一下啊，翘，罗，气，love，热，noob，兔，娘，怂，tap，怂，秀，娘，不对，错了，这个是调要降下来，读3声，娘，这个是听，这回读对，又读错了，又读成那个听吧，
疼疼对，疼疼醋醋热热，好，这发现了一个老毛病。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咱们再来一遍吧，还有点时间，再来一遍，我看啊，来吧，说来就来，咱们反正多读这个有好处啊。还是22页，踏恰卡帕塔恰塔气气提离习宜吐库素图俗贴塞来拓罗，翻过来，克破我读的是什么呀？我读的对不对啊？再来一遍，不对，这是传统拼读法了啊，是塔卡塔不对，塔卡塔卡帕克他写不就吐卡吐，他写不就吐卡吐，下开过西帕西，下开过西帕西，他卡萨塔，下帕萨西，卡阿萨康，卡马萨康，他开过气卡萨气，下写不就秀帕萨秀，呀那若用阿萨用，沙真波sem马萨sem，塔吐鲁克tap 读错了啊 tap 恰吐离扛sem 没做巴上练习罗气热怒吐娘怂 tap
템, 태, 송, 송, 슈, 슈, 냠, 양, 腾。 腾, 头一回读对吗？再读一遍，腾、腾, 醋、醋, 乐、乐, 热。 热。好，今天就到这儿。